由於我喺另一個節目表現太差勁，所以我要做 part time 繼續問爛擊題。準備好未？開始啦！第一題，揭缺長大咗就好驚水啦，點解呢？答案係蚊怕水。第二題，有乜嘢動物係咁跌落水，要到第4次先會俾水沖走呢？答案係雀仔。第三題，菜檔賣菜，衛蘭買粒賣飛，咁吳卓羲賣乜？答案係賣飛佛。第四題，乜嘢海係最大呢？答案係苦海。第五題，乜嘢島係最細嘅呢？答案係細到睇都睇唔到。第六題，玄學大師蘇師傅叫你食飯唔好咬咁耐，點解呢？答案係犯太歲。第七題，點解撩耳仔會好開心呢？答案係 Happy New Year。第八題，乜嘢豬係冇腳㗎？答案係珍珠。第九題，乜嘢豬係最乾淨呢？答案係碧麗豬。第十題，一個 office 入面大秘書同埋細秘書都中意咗大老闆嘅單身細仔。本來細秘書同老闆細仔開始撻着咗，後來大秘書早餐唔食菠蘿包，轉食另一種包之後，就成功橫刀奪愛啦。究竟佢轉食咗咩包呢？答案係腸仔包。有啲爛擊題好似幾十年前都已經有人問過咯，係咪真係超級經典呢？如果你有再勁啲嘅爛擊題，歡迎留言問下我，睇下我會唔會識答啦。今日係咁先，下次再同大家玩過，拜拜。